大家好，我是钟怡嫣。今日我来介绍钟理佛，帮大家来认识。那我先介绍作家，过来伊作品，还有来详细伊作品哦。最后来做一个总结咯。我呢先来看一个作家钟理佛哦。钟理佛一个照片是伊后生的时节翕的照片，个演到哦，个文艺青年哦。钟理佛伊笔名有风流、理佛、忠贞、忠坚，也是伊弄摆有用的一个笔名哦。后来呢，伊就直接用钟理佛一个真名来发作也发表伊作品哦。伊是1915年4月15号出世的，去屏东高速上的太鲁馆，安尼讲是太鲁馆哦。近是共sinh村，那个是一个传统的客家的村庄哦。伊18岁的时节，爸爸钟正良去闽南买的山，来经营一个农场。需要有人去给听书。所以呢，就听伊爸爸到闽南18岁的时节，去个打理听书一个农场的一个经验哦。后来呢，因为婚姻的关系呢，是1942年的时节，伊同伊姑娘2个人到中国的丰田今的沈阳东北去生活哦。过一年是1941年的时节，伊就搬家到北京。伊讲一个人。真是像中国的地方，因为东北这下的时间还能日本自己管理同台湾共用哦。伊自己讲哦，共用还能请日本的势力下背，所以佢感觉到我看到真实的中国就会到北京，所以伊就搬家到北京哦。是战后1946年的时间，日本投降，坐一个难民船回到台湾。回到闽南，那个是1946年哦。钟理佛呢，其实伊生活quite有钱，伊爸爸是六对地区quite有名的一个地主哦。有做生意，做我们讲的国际的那个贸易哦，是日本同中国的一个贸易哦。不过呢，其后来呢，因为中国这片生意无好，又失败过后，伊去闽南又买野田，所以呢，这个失败过后，讲安尼，干脆到闽南去好咧。伊像讲退休诶，就要到闽南来去做一个农场，就同钟理佛也拍人，使到闽南搬到闽南去迄哦，是个经营农场哦。钟理佛其实以为离开台湾到中国，同伊共乡的婚姻有关系，因为伊姑娘共用心相助哦。一个是客家的社会来讲，系呢一个做唔对的事情。像闽南，尤其像闽南一个很保守的地方，头一个家会同人唔系共乡言文呐，会变成讲系呢一个家畜的。口吃的一个事情哦。所以虽然伊爸爸看起来quite开放，也个事情伊妈冇办法来接受哦。钟理佛感觉讲，也个系严的事情，伊爱到一个总台妹又会做唔得，一种保守传统的观念用到一个时间还可以养上演哦。所以呢，伊就讲，伊追求伊一个自由的恋爱，伊同总台妹2个人就到中国去